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學習點樣記錄存貨。存貨係公司嘅一個重要資產，記錄得好，先知道公司有冇賺錢。大家準備好未？一齊嚟睇下點樣記錄存貨啦。存貨係咩嚟呢？簡單嚟講，存貨就係用嚟作轉售賺錢嘅資產。公司向供應商以成本價購入貨物，稱為購貨，然後將存貨以售價轉賣俾顧客，稱為銷貨。存貨係資產，因此增加會借記，而減少就會貸記。試諗一諗，譬如以13蚊買入一件貨，然後再以29蚊賣返出去，存貨賬就會有咁嘅交易記錄。咦，同一件貨買入賣出，點解好似仲有嘢剩？就係因為買入同賣出係用唔同價錢咯。因此要將存貨嘅交易分類，然後要分開喺唔同賬戶入賬。首先，存貨嘅交易可分為4類：購貨，將貨物退返出去嘅購貨退出；銷貨，同埋顧客收回退貨嘅銷貨退回。跟住4類交易會點樣影響存貨量呢？首先，購貨同銷貨退回都會令公司存貨增加，而銷貨同購貨退出則減少公司嘅存貨量。我哋先以存貨係資產嘅原則，即增加係借記，而減少係貸記去諗。因此，購貨賬同銷貨退回賬係要借方記賬，而銷貨賬同購貨退出賬就係要貸方記賬。大家睇下呢個例子：20X5年8月2號，公司向蜜蜂公司賒貨200蚊，所以要借記購貨賬同貸記蜜蜂公司賬200蚊。如果東主喺公司攞走啲存貨作私用，又應該點處理呢？首先，東主係以成本抑或售價攞走啲存貨，我諗應該唔會係售價啩。咁究竟係購貨定購貨退出？試諗一諗，旺仔南貨啱啱入咗30罐罐頭鮑魚，老細旺仔見到啲鮑魚幾啱自己食，咪攞咗2罐返去試下。然而，會計入賬嘅最大原則就係公私分明，因此攞咗2罐罐頭都要入賬。如果記錄為購貨退出，就會增加退貨總額，就會令人懷疑係咪供應商啲貨有問題，搞到要退貨。所以，既然入咗30罐罐頭，老細攞咗2罐，咪即係鋪頭淨係入咗28罐。會計記賬就會係借記提用賬、貸記購貨賬。存貨就好似公司嘅血液咁重要，因為冇存貨，公司就冇得運作。記錄同管理得好，就可以令公司健康發展。多謝收睇，請多多支持 ，subscribe 我哋啦！搞掂企會財，隨身學，隨心聽。